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首席投資策略師彭偉偉，歡迎收睇今季嘅東亞銳志。2026年第二季，環球市場經歷美伊衝突嘅洗禮，油價一度急升，但隨住和談進展，地緣風險慢慢消退。不過通脹壓力同各國央行嘅政策博弈，就為下半年增添咗唔少變數。所以今季嘅主題，我哋叫做變局啟新。喺呢個變局之中，我哋嘅資產配置觀點係：股票方面，美股繼續睇好 AI 上游同雲服務，標指目標上調至7870點，並分散至金融、工業。港股恒生指數目標下調至27100點，但下半年有望反彈。關注算力基建、人形機械人、高端設備、郵輪以及券商保險。債券採取穩收益、控存續期策略，短至中期為主。環球投資級別債息約為5%，新興市場美元債約為6%，仍有價值。外匯方面，美元偏強，非美貨幣中相對睇好離岸人民幣、澳元、紐元，看淡歐元、英鎊、加元。商品方面，布蘭特油價中樞約為75美金，黃金短期受壓，中長期受惠去美元化，年內目標下調至4600美金。以上係我哋嘅資產配置嘅觀點。接下來我會詳細展開全球經濟嘅分析。先講全球大勢，過去幾年全球經濟經歷疫情、地緣衝突同貿易壁壘，但仍然穩步增長。美伊衝突嘅影響已經鈍化，霍爾木茲海峽受阻一度推升油價，但隨和談進展，地緣日價逐步消退。更重要嘅係，人工智能革命由算法延伸至算力基建同硬件製造，催生新景氣週期。大國博弈聚焦科技制高點，新技術短期加劇通脹黏性，各國央行政策分歧，加息同觀望並存。現時全球正處於第6次技術革命前夕 ，AI、量子科技、生物技術密集突破，為經濟注入活力，但同時加劇大國博弈同供應鏈重構，經濟韌性同高通脹並存，令全球經濟體利率居高不下。美伊衝突已由核心矛盾降為尾部風險，但高通脹同加息預期依然係資產定價嘅關鍵。逐個經濟體嚟睇，美國經濟呈畸形分化 ，AI 投資火熱，但消費低迷，居民實際時薪近月轉為負增長，消費者信心疲弱，市場對聯儲局由減息預期轉為憂慮加息。新主席強調節美均值 PCE， 下半年會否加息、加幾多係最大變數。但宏觀組合仍屬經濟強勁，通脹走高，加息未定，對股票相對有利，債券、商品受壓。歐元區就陷入滯脹，首季 GDP 負增長，5月通脹升至3.2%。歐洲央行6月率先加息25點子，寧願犧牲增長都要壓制通脹，年內可能會再度加息。日本相對樂觀，受惠美國 AI 嘅資本開支，半導體出口強勁。GDP 增速創1年嘅新高，加上工會春鬥帶動工資上升，工資物價螺旋令通脹易升難跌，所以日本同樣有加息壓力。中國方面，物價係核心變量，美伊衝突推高油價，令 PPI 同 CPI 相繼轉正，通縮暫時舒緩，但要留意通脹回升主要嚟自工業同出口，內需依然疲弱，居民收入預期未好轉。出口結構持續優化，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持續增長。政策方面，中央提出加強6張網基建，包括算力網、新型電網、物流網等，為長遠打好基礎。隨住美國同埋伊朗就推進和平協議簽訂咗諒解備忘錄，外匯市場嘅焦點已經由第二季主要集中喺戰爭帶嚟嘅地緣政治風險，以及油價急升嘅衝擊，轉為重新聚焦喺各國嘅經濟基本面同埋各大央行針對最新經濟同埋通脹前景所作出嘅貨幣政策取態。
因此，我哋將今季外匯展望嘅主題定為返本歸元。返本歸元即係指當戰爭嘅喧囂逐漸退去，真正主導匯價走勢嘅係息差同埋經濟。目前嚟睇咧，美國經濟展現出相當強嘅韌性，就業市場依然穩健。雖然美伊談判仲有破局嘅隱憂，但喺 AI 投資熱潮嘅帶動之下，美股屢創新高，市場對於減息嘅預期已經徹底消失，並且轉向預期加息。呢啲多重嘅因素共同為美匯指數提供咗強大嘅支持。事實上，今次嘅焦點轉移啱啱好同美聯儲新一輪嘅政策信號同步發酵。沃什接任咗美聯儲主席之後嘅首次會議，美匯指數就已經重新突破並且企穩喺100嘅重要關口。市場由此重新注視一個被短暫擱置嘅命題：利差同埋經濟基本面。喺6月份嘅議息會議，美聯儲嘅取態明顯轉鷹。最新公布嘅利率點陣圖顯示，18名有份提交預測嘅委員當中，有一半認為今年需要係加息。呢個鷹派嘅轉向喺議息聲明入面表露無遺。今次決議再無支持減息嘅票數，以往保留利率政策雙向開放嘅字眼亦都被剔除，取而代之嘅係對實現物價穩定嘅明確承諾。另一方面，雖然霍爾木茲海峽已經重開，但係石油供應嘅恢復需時，所以我哋預期油價依然會略高於衝突前嘅水平。加上之前海峽封鎖對於通脹嘅滯後影響仲未全面浮現，預計環球主要央行喺短期之內仍然都會維持偏鷹嘅口吻。不過，最終係咪真係落實到加息，就要視乎各國自身嘅經濟基本面。展望第3季，主導外匯市場嘅核心力量將會係美元加息預期嘅持續，同埋佢有望進一步擴闊嘅利差優勢。基於呢個判斷，我哋對於美匯指數嘅睇法已經由中性上調去到輕微看好。當然，投資者要小心潛在嘅風險，例如通脹回落速度如果快過預期，經濟數據突然轉弱，或者股市出現大幅調整，呢啲都會令到加息預期降溫，從而導致美元回軟。喺美元偏強嘅基本情景預測之下，我哋預期非美貨幣陣營嘅表現將會有較分化。喺非美貨幣當中，我哋較為睇好嘅係出口持續強勁，兼且具備貿易順差優勢嘅離岸人民幣。另外，仍然具有息差優勢嘅澳元，以及較有加息空間嘅紐元，我哋亦都係睇高一線嘅。至於睇法維持中性嘅貨幣，就包括有瑞郎同埋日元。相反，預期表現相對較弱嘅就係滯脹風險未除嘅歐元，面臨較高政治風險嘅英鎊，同埋經濟基本面仍然偏弱嘅加元。總結嚟講，第3季外匯市場將會回歸至返本歸元嘅主軸。當地緣政治風險由前台退居去到幕後，美聯儲嘅鷹派轉向，美元潛在息差優勢嘅擴大，以及各主要經濟體之間基本面嘅落差，將會重新成為驅動匯價嘅核心力量。喺商品市場方面，隨住加息預期升溫同埋美伊局勢緩和，對於黃金同埋石油嘅價格有唔同嘅影響。沃什出任咗美聯儲主席之後，市場對於美聯儲嘅獨立性信心有所增加，令到美元貶值交易退潮。加上美聯儲嘅鷹派立場同埋實際利率嘅上升，對金價構成壓力。我哋預期金價喺第3季會以震盪為主，年內目標價下調至每盎司4600美元。但係美國政府嘅高債務、去美元化趨勢持續，以及新興市場同中國央行繼續買金，中長期金價預期仍然都係相對穩健嘅。油價喺霍爾木茲海峽重開之後，地緣政治風險日價已經大幅下降。油價亦都自第2季嘅高位明顯回落，預期喺全球製造業數據仍然偏強嘅情況之下，再加上數據中心、電力中心等 AI 相關基建製造業會繼續拉動用油嘅需求，將會支撐整體原油消費穩步回暖。我哋預期油價中樞將會按季下降，第3季度布蘭特油價會喺每桶75美元附近波動。第3季我哋俾美股嘅標題係乘勢而上。咁雖然市場對加息嘅預期升溫，但係美伊和談係有進展。加上我哋覺得第3季美股喺經濟仲有韌性，企業盈利增長仍然係強勁嘅情況底下，咁依然都係可以輕微睇好嘅。喺基本情景嘅預測下，美伊局勢緩和，油價同埋通脹回落，聯儲局下半年都只係加1次息。咁我哋上調2026財年標普500指數每股盈利預測去到342美元，即係按年升27%。
咁同時將未來12個月嘅預測市盈率目標咧上調到去23倍。變相2026年標普500指數嘅目標，亦都相應由7090點調高到去7870點嘅。咁上半年美股主要指數嘅升幅大約係8% 至20% 之間，咁其中納指100大幅跑贏嘅。咁反映 AI 熱潮都繼續因為企業大增個資本開支同埋代理式 AI 加速應用咧去到推動。好，美股表現咁強，咁科技企業盈利嘅增長強勁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催化劑。上半年整體 AI 受惠股指數累計回報咧，大概係62%，咁而佢哋嘅盈利預測上調幅度咧，更加係有成71% 咁多。咁反而估值上調嘅幅度咧，就相對有限啦。市場預測標普500指數企業今年第2至到第4季盈利可以維持一個按年高增長，咁增幅咧係介乎21% 至到25%，咁意味住未來呢幾季嘅業績達標門檻咧已經係顯著提高咗。咁如果更加多嘅企業做唔到盈利大幅超預期啊，又或者俾一個比較保守少少嘅前瞻指引咧，咁都有可能引發市況回調嘅風險。後市走勢就要睇幾個關鍵嘅因素啦。咁第一個，能源價格回落嘅速度啦；第二，就業同埋消費數據能唔能夠維持韌性；第三， AI 數據中心建設嘅進度同埋相關供應鏈嘅供需關係變化等等。咁我哋覺得出現正面結果咧，都係會比較高㗎。咁雖然我哋預期聯儲局下半年加息25點子啦，咁但係呢一次嘅係一次性行動，而唔係重新進入一個加息嘅週期。咁睇翻以往5次進入加息週期嘅前3個月，咁美股普遍咧都係向好嘅。咁加上而家美國經濟係有韌性啦，咁預期溫和嘅加息咧對美股衝擊係有限。咁不過如果10年期美國債息短期裏邊係有個進一步抽升，譬如去到4.8% 樓上咧，咁預期就會對估值比較高啦，同埋現金流回收週期比較長嘅科技股咧帶嚟一個比較大嘅回調壓力。咁 AI 主題板塊方面，隨住 AI 模型嘅性能持續增強，算力基建升級 ，Hyperscalers 啦即係啲大型雲嘅服務商，資本開支預期都會持續增長，咁繼續會利好翻一啲上游產業鏈，好似 GPU、CPU、儲存晶片、晶圓代工、伺服器、網絡傳輸設備同埋電力設備等等。年初到而家 ，Hyperscalers 嘅股票咧都係跑輸同業。咁自由現金流轉弱同埋股權融資等等負面因素咧，相信已經係大致被市場消化。咁同時 AI 雲業務都有機會繼續維持一個比較高嘅增長，所以我哋維持正面嘅睇法。咁不過投資者都要留意 Hyperscalers 呢一類嘅股票咧，嚟緊有機會要進行一個巨額股權或者債務嘅融資。咁數據中心配備規格升級進度亦都有機會差過預期。咁另外 AI 大模型 token 嘅價格面臨下調壓力等等呢啲嘅潛在風險㗎。由於上半年升市嘅時候市寬過度係收窄，板塊輪動可能會喺下半年間歇性出現，或者我哋可以適度分散配置喺 AI 主題股以外嘅其他板塊，咁例如係金融、工業、非必需消費、必需消費等等嘅。咁金融股就有望受惠於比較高嘅利率環境啦，咁同埋 AI 催生嘅 IPO 同埋股權啊、債務融資等等嘅活動。咁工業股咧就有望受惠於 AI 需求帶動嘅電力同埋電器設備嘅訂單。非必需消費同埋必需消費咧就有望受惠於油價回落、運輸同埋生產成本下降等等嘅因素嘅。今季中港股市嘅標題咧，我哋叫做逆流挺進。睇翻內地第二季嘅經濟數據咧，普遍係差過市場預期嘅。咁加上科技公司喺 AI 發展方面嘅投資加大，見到啲重磅科技股同埋消費股嘅盈利復甦咧，都係慢過預期。咁所以我哋都將2026年嘅恒指盈利預測由原本嘅2300港元，即係按年升10個巴仙，下調到2260港元，即係按年升5個巴仙。另外，考慮到美國加息預期升溫，內地限制跨境投資嘅政策多咗不確定性，同埋內地 AI 模型同應用產品嘅競爭咧，亦都越嚟越激烈。咁我哋就將恒指未來12個月嘅預測市盈率就由12.6倍減到12倍。咁而2026年嘅恒指目標咧，亦都相應由29,000點下調到27,100點。不過截至6月30號，恒指未來12個月嘅預測市盈率其實都只係10倍。咁低過過去10年嘅平均值10.5倍咁多，估值嘅吸引力咧，亦都已經慢慢浮現啦。短期內如果市況回調太多嘅時候，
可能都係一個吸納嘅好機會。預計會喺下半年出現一個階段性嘅反彈。中資企業繼續有盈利分化嘅情況，咁我哋預期內地 A 股嘅2026財年盈利嘅前景咧，都係會好過 H 股嘅。咁當中上海科創50指數今年嘅盈利增長咧，預期係會高達160%。咁主要都係因為 AI 半導體同埋基建板塊嘅交付量強勁啦，咁兼且個平均單價亦都係較高嘅。內地消費市場比較疲弱，加上存儲芯片嘅成本急升，平台亦都持續打一個價格戰。咁預計非必需消費品呢個板塊咧，咁第二季度嘅盈利會有較大嘅下行壓力。但係下半年咧，有機會見到逐季改善嘅情況。咁至於原材料同埋能源板塊，隨住油價、金價同埋好多其他大宗商品嘅價格近期都係急速回落，下半年嘅盈利增長估計係會放緩。咁反而市場對於工業板塊嘅盈利預測咧，可能太過保守啦。受惠於出口需求旺盛、國策支持陸張網嘅投資同埋能源成本回落，咁呢個板塊嘅盈利超預期嘅機會咧，都會係比較大啲嘅。睇翻過去5次美國加息週期 ，MSCI 香港指數喺加息之前嘅3個月同埋後3個月咧，下跌嘅機率，咁分別係高達60%同埋80%。咁所以本港板塊短期內應該會繼續被美國加息預期升溫咧，係有個壓力壓住嘅。加上內地政府收緊跨境投資限制，亦都係另外一個隱憂啦。咁香港地產同埋金融等等嘅板塊回調嘅壓力咧，預期會比想象中大。咁我哋都將本港板塊嘅睇法咧下調到去中性。咁大家可以等到相關股票出現一個非理性比較大幅度下跌嘅時候咧，先至係逢低收集㗎。咁喺資金流方面，國家隊大幅減持 A 股 ETF， 咁加上港股通嘅北水淨流入都係減弱啦。咁兩者都係今年上半年壓住股市嘅一個原因。不過國家隊減磅行動咧，應該都差唔多完結㗎啦。如果市況持續受壓，好可能咧都會引發更加多嘅維穩資金再度入市。咁同時亦都唔好低估港股通資金喺下半年有個轉換風格嘅可能性。咁第二季被市場拋售得太多太急，估值亦都普遍偏低嘅互聯網同埋非必需消費等等嘅板塊咧，都唔排除北水會逐步去加翻倉。咁呢啲板塊嘅股價喺中短線咧都會有一定程度嘅反彈空間。整體而言，我哋未來呢一季咧都會睇好以下嘅板塊嘅，包括係 AI 半導體、網絡基建設備、內地工業設備、郵輪同埋航空運輸，咁再加埋內地券商保險、內地電信以及係礦業同埋有色金屬等等嘅。展望第3季，美伊和談有進展，地緣政治尾部風險降溫，但都要留意通脹黏性嘅問題，同埋可能會有滯後嘅影響，以及加息預期升溫，同埋人工智能令企業嘅資本開支加大，融資需求強勁，呢啲都會係債市後續帶嚟不確定性。我哋預期聯儲局下半年會加息25點子，不過呢次應該係一次性行動，唔係加息週期重啟。整體債券配置嚟講，建議抱住穩定收益定謀、防禦存續期風險嘅思維。策略上應該首要係賺取票息，將整個組合嘅存續期控制喺較短至中期，選擇優質信用債。等通脹回落、政策預期轉向或者地緣風險完全緩和之後，先逐步拉長存續期同放寬風險敞口。美國國債方面，短端因為加息預期急升，但而家呢個水平可能已經充分反映咗今年嘅加息預期。聯儲局減少前瞻性指引，有機會令短端波動加大，現水平短債嘅收益率吸引，提供到一定嘅票息保護，存續期低，價格風險有限。中期債尤其係幅部區間，有潛力提供高票息同滾動收益，整體實質利率就高。加上美國債務規模龐大，財政赤字持續惡化，未來可能會進一步加大發債。長端嘅存續期風險相對較高，考慮到而家通脹同利率環境仲有變數，可以考慮用短中期債券做核心，優先鎖定高嘅票息，減低組合對利率波動嘅敏感度。環球信用債整體利差偏低，投資級別債基本面仍然強勁，利差處於歷史低位附近。
喺美債收益率仍然高企嘅環境下，我哋偏好利率風險影響較低嘅中短期投資級別債券，重點睇現金流穩健、槓桿可控、融資渠道通暢嘅優質發行人。高收益債整體收益回報吸引，但預期基本面強同弱嘅發行人之間信用分化會加劇，現水平利差保護不足，對融資成本上升敏感。所以要精選財務穩健嘅發行人，控制倉位，避免過度下沉資質。新興市場經濟有韌性，新興市場美元債方面，石油同原商品出口國佔比較高，收益率為投資者提供到充足嘅利息嘅緩衝，整體經濟韌性仍然強，絕對收益率有吸引力。新興市場本幣債後續走勢比較受美元走勢影響。如果之後通脹回落，美元嘅第三季嘅升勢略為放緩，本幣債有較大潛力，同時可以賺到匯兌收益同資本利得回報。